美国阿拉斯加航空一架飞行机，伫当地车五要为奥勒冈州飞去加州的时阵，起飞才无偌久尔，机舱的门煞熊熊规个落去。机长是赶紧翻头飞转去机场，加在乘客甲机组人员拢总177个人是拢平安。目前航空公司嘛决定，共机型的65架飞行机是暂时停飞。 飞行机搁飞伫空中，原本爱关岸的机舱门煞消失去，只剩一个空棚。机内乘客真侪人拢挂着酸素喙暗。美国阿拉斯加航空编号1282的客机，当地车五下晡载着171名乘客，为奥勒冈州的波特兰要飞往加州安大略。飞行机升悬到16000英尺高度的时阵，机舱门熊熊弹飞出去，互机舱内底熊熊减压。机组员嘛决定紧急飞转去机场撇降。 Alaska or Seattle, Alaska. 1282, we just detected airport declared emergency. We need to descend down to 10,000. 机舱失压，互真侪物品互吸出飞行机外口。上我进机舱门的一个查甫囡仔，嘛险险互吸出飞行机外口，好出来人甲其他乘客紧急救落来。因为机组人员反应真紧，为出代志到平安飞转去机场，前后无到15分钟。飞行机的乘客甲机组人员拢总177个人，嘛拢平安降落。 Yeah, I'm sleeping and I just feel the plane drop. And it wasn't like any other turbulence just because the mask side came down too. So that's when I knew like, oh gosh, this is something way different. And yeah, I started freaking out. 发生意外飞行机是波音737 MAX 9型的客机，出代志进前2个月才达完成配装，得到认证，而且为去年11月中才开始执行载客任务，已经飞过145届。这架客机当时是同一天的第3届载客任务。事发了后，阿拉斯加航空嘛决定暂时停飞65架同机型的飞行机。另外，美国 FAA 联邦航空总署甲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会对事故做调查，嘛下令要求同款机型的飞行机伫飞行进前爱做4到8点钟的检查。各个影响全球拢总171架同款飞行机的行程。国际新闻台是童朋友。